大家好啊！今個星期 CVS 咧好多唔同嘅優惠，仲可以 Money Maker 添。你睇下我點樣用 Extra 筆嚟到慳錢，快啲入嚟跟我睇下啦！都洗頭水護髮素每支5個4毫9，買2支仲可以攞返4蚊 Extra 筆，仲有可以用4蚊嘅 coupon， 仲有喺 Flash 有1000 pound 即是1蚊，最後每支9毫9先。呢隻 lotion 每支只係4個9毫9咋，仲有2蚊嘅 coupon， 只係俾2個9毫9，仲攞返3蚊嘅 extra 筆，最後 Money Maker， 即使唔使俾錢就買呢3件產品啦，睇下幾多錢先。最後買呢3件產品購埋 coupon 優惠同埋 extra 筆，最後唔使俾錢，最後仲攞返7蚊嘅 extra 筆添，又可以下次再用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